请揭牌。明年1月1号，国家美术馆特别完成播映，不过美术馆馆的副地扩大加农田水利署办公厅舍结合，却一直无进展。对此，议员沈振东伫总质询嘛烦恼，该建设时程遥遥无期，所以淡出无一定伫市中心用整个大台南都市美学的想法，提出包括烟空炮校、济生病院、原空灵大学等用地参考。希望在市长任内规划完成。不管在济生医院或在这个炮校那边，其实都要跟时间赛跑。但是如果我们不那么在意说一定要在我们任内中间做了什么事情，而在历史上要留出什么样的那个之后，其实也还好，我们可以做先期的规划。但如果我们是前者的话，好，我们就要赶快来决定，但是这个决定应该要跟市民对话。假设花这6年当中去把水利会不管是架构买下来之后，还要做调研，其实都是一笔经费。所以我们可以去比较说，到底谁孰优孰劣的一个状况 ，CP 值怎么去做考量？那甚至说，让我们的美术馆的同仁们有一个更安定，而且更为台南市的美术发展去做更多有心有力，而且是有踏实的感受的一个程度。我想是我们局长应该要来协助美术馆要做的事情。另外，面对西门路4段路边专案加岛外专用道等工程的50亭，丽林国小加县北国小的通学步道整修，以及顶美特色游戏场的进阶2.0的版本等大小建设，议员伫总质询嘛一并提出检讨，希望尽速完成。台南新闻管制杨顺怀采访报道。